曹 speaking。曹生，呢度係同你唔熟速遞公司，你有件貨物嘅寄送出現咗問題喎。哦，赤壁揮師會戰，何堪君之斷？我心動癲，所因那端？只因包裹被扣為涉嫌，你涉嫌寄送危險嘅違禁品噃。大佬啊，我打緊仗，寄啲兵器戰人都好正常啫。還望你予以方便，軍情此刻着急放烈焰。且念你初犯行方便，旭日東升時等候，草船撲砌長江面，帶定身份證明以及公展。願我要公戰？點解啊？攜同離戰作罰款，點登記？往後行船運貨可作萬船。咁要帶幾多支呢嚇？哦，10萬箭之足以為是你，未需要牢牢山面，只着軍中將士張言射草船，免得人多手亂，適宜轉變，但唯願戰情未將之自偏，輕施妙計開海船。建安13年，諸葛亮偽冒速遞公司客服，騙取曹軍10萬之箭，史稱草船借箭。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收到相關來電或短信，切勿隨意點擊可疑電郵、短信或網頁內超連結，登入任何網站或下載附件。請向有關機構驗證使用守網者網站、防騙伺服器或防騙伺服 App 應用程式，輸入可疑資料查核，致電防騙易熱線1822求助，免遭損失。